为着希望会当劳动改革，工斗团体为高雄出发，要行去台北的总统官舍来提倡7大劳动诉求。昨昏因行去甲中华交友大楼区的住址，少年伫2年前殉职的消防人员，伊嘛呼吁政府都要注重消防员的职业安全，嘛希望会当允准消防员来成立工会，争取保障。 终止消防员殉职！终止消防员殉职！由北部调大声化终止消防员殉职，工斗团体要求总统参选人回应劳动改革，为南行到北，车站前往中华关交友大楼的旧地址，要求执政者重视消防员的职业安全。基层的消防员一而再、再而三过劳甚至死亡，这是谁的责任？这是政府无能的责任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今天走在这边。 我们很无奈，我们用劳工的一步一脚印，我们要走上来。交友大楼2021年大火，目前已经变白地，工程单位搭设大型围篱啊，等待导经。工斗团体差不多10外人伫现场追悼交友案殉职的消防员陈志环，伊的爸爸嘛亲身出席，表达政府凊彩应因的无信用，消防改革的路实在真艰难。你甲政府建议，为着因的官位，就拢甲会讲，啊，拢无咧做啦，拢会甲。 一支嘴好累啊！讲的尔，拢做袂出来。消防员工作权益邱振辉表示，这10年已经有43个消防员殉职。工斗团体7大诉求内底，都有2项甲消防有关，包括停止消防员殉职悲剧，甲丢做工会。包含在今年的这个屏东明阳大火爆炸案的这个发生，台湾10年来已经殉职了43位的消防员。那对于消防员来讲，我们的劳动条件都一直掌握在政府的手中。 我们基层并没有我们自己的发言权，所以我们能够希望说，透过组织工会然后来让我们的声音是可以出来的。消防署回应，已经甲治安署合作建立消防人员职业安全卫生作业指引等规范，并委请学者研究消防执行职务安全入法的条文。未来也预设投入26亿，强化消防个人装备甲科技救灾设备。工斗团体伫中华有小可停留整理了后，会继续上北，103会到上尾站台北市总统官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